接下来我们延伸练习我最想的句型。我最想的句型是我最想嘅乜嘅乜嘅係因為乜嘅乜嘅。我們來試試這一題。台灣有當到好老了嘅蔬菜，你最想嘅係哪料？請簡單講出你認為想係嘅味。套用句型後，我們就可以這樣回答：我最想係老了嘅蔬菜係花蓮，因為該答案空氣最好、最爽爽，還有當好食嘅東西。再來練習一題，我最想。你最想做哪種套路？做乜嘅想愛做倆套路呢？套用句型後，我們就可以這樣回答：我最想做嘅套路係柔軟欣賞，因為我知道照顧誰人呢當生氣。我們再來多練習幾種職業。我最想做嘅套路係火車司機，因為我當好司車兒，感覺慢耐兒去送貨當豉油。我最想做嘅套路係工程師，因為我好解決問題，用新嘅科技來幫助人。我最想做嘅套路係護理師，因為我好照顧不平嘅人，本記得有卡空間嘅身體。無論男女，都可以根據自己的能力與興趣，做任何你喜歡的工作。職業攸關能力與興趣，而非性別哦。